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发生伫个南投，有一个太太坐公车，为玻璃坐到水里，转票114块。结果公车的监视器翕到这个太太，一上车是摕一把银角啊，甲一张100块的纸票，投入去这个票箱，但是100块卡伫个票口，这个太太无甲钱捡落去，是手一个转，甲100块收起来，塞落裤袋仔底。 也就是讲，114块，伊敢若落14块。公车业者讲，有困难会当甲司机讲，唔通安尼偷走票，安尼除了爱罚钱，恐惊佫卡着诈欺罪。 穿白衫白裤的负责人徛伫咧公车运将边啊，倒手伸入去落地啊，甲银角啊，还有100块银出来，甲银角啊等入去票箱内底，100块还搁伫落钱的孔外口。结果这个负责人无甲钱踏入去，颠倒是甲钱摕起来放入去落地啊。 负责人坐路线是为南投埔里到水里，全票票价是114块。迄当阵伊落的车钱银角啊看袂出来有偌济，不过100块确实无落入去票箱，减纳100块。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很不好，因为这个造成公车司机的困扰。抽回来这个行为，感觉就跟小偷一样。 公车内部电杆别空了后，实际问埔里到水里这条路线的公车业者，还未查出是倒一个运将拄到这个偷走票的负责人。不过业者嘛强调，有困难会使甲运将讲，超工偷走票，运将发现嘛会先可抗。若是定定偷走票，互人抓到，就会要求补纳票价，加收罚款。若是严重造成公车的损失，有可能会以诈欺罪报警上班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